我，你，小朋友一开始是这样认知的，所以为爱朗读除了满足孩子的声音源以外，小朋友随着你告诉他的那些内容，他跟着你看文字，你再念给他听，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文字，小朋友就记住了。那么我们人的行为学里面有一个21，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21这个数字哦？我刚才说过啊，我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或者你现在正在学习某一样才艺，有时候我们学到一个地方都会有瓶颈，突破不了，会撞墙，突破不了，有些人就放弃了，直接放弃，我突破不了。有人一而再再三努力再努力。我昨天去散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小朋友，3天前我看他上滑板就掉下来，上滑板就掉下来。我们那个很远的隔壁，好，就才过3天哦。我走过去的时候看他已经滑得非常的自在了。我就告诉他说：“哇，你好厉害哦！3天前我看到你上去又下来，上去又下来，根本上不去。”然后他跟我说。对呀，我很厉害吧？我说你很认真练习，对不对？他说对呀，我还有参加我们学校的那个蛇板班的社团，不断练习。如果你没有经过21次的挫败，不要轻言放弃。你我都一样，大人小孩都一样。21，这是人类行为学专家特别告诉我，我被实验过，我有一次去上那个。圆桌会议哈，你们有听过圆桌会议哈？那有一个叫做圆桌基金会，他们来办那种人类潜能开发。我去上3天课，5万块钱，好贵的课程，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受用。那在其中一个过程啊，那个教练就带着一群6个人，然后就告诉我们说，我手上有一样东西。你们透过各种问题问我，我只回答你是跟不是，所以你的问题要跟是跟不是有关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6个人就开始七嘴八舌的问，是不是红的，是不是盐，是不是吃的，是不是什么？我们都跟他问，一个一个问，他就问了是不是，然后这个是跟不是是不是变成你的讯息？他问那个问题是红色的，他说是，教练说是，那你就会开始。有这个讯息，你就开始往红色那边去想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一直问，我也一直问，同学一直问，然后问到最后，有些人就不问了，吹波越来越复杂，好，然后我就还是问，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也一直问，问到最后，我再问下去的那一刹那，我的教练跟我说：“你说对了。”我愣在那里，我还没有想答案啊，我还在问啊，怎么我教练跟我说你说对了？结果呢？他就把那个21的那个银币送给我，就在那一场里面，我得到那个银币，你要随时把它放在我包包里面才对。我里面问号，所有人都问号，为什么是我答对了？我明明没有说答案，可是我的教练就把那个银币给我了，就是你对了。后来接下来分享时间。他要我们再去回想刚才我们问了哪些问题，还记得吗？根本都忘记了，根本都忘记问哪些问题了。好，我们只会想要从当下的一些蛛丝马迹、一些讯息来找，到底他手中握着什么？结果他手中握的就是那一枚硬币啊，他就递给我了，你获奖。他才告诉我们说，刚才我只是在试验。对于这一个当下的活动，你们能不能持续下去？你看，刚才已经有，马上他停了，他也停了，剩下你们2个，到最后另外一个也停了，只有我继续问问题。就我们的教练很厉害哦，他要去算3次、5次、7次、12次，他同时一个人要记这个6个人的21次已经到哪里了？啊，我问出来的那个当下就是刚好。我的第21次，其实他问我你刚才问了哪些问题，我都忘记了。但是我表现出来的精神是什么？锲而不舍，问，再问，透过这些蛛丝马迹，再问，教练数
这个学员数到第21次。所以这个从人类行为学来看，就是你不放弃当下的那个情境，你要去面对它、处理它、解决它。如果没有经过21次，千万不要放弃。我觉得那一个游戏、那个带领对我影响很大。我每次看着21的那一枚硬币，当然我会想到这个玩空红来。但是我会想说，我在那过程里面的历练，这个对我影响最大。好，所以在我的字典里，我会告诉自己不要放弃。对孩子的一个教学过程里面，也许有些孩子他先前的刺激不够，你同样再带一个班，有些孩子很快就进入上一样的目标，有些孩子就是很慢。但是我们要透过一个不放弃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境，我们身为一位师长，身为一个父母亲，都要有这个不放弃的心态，带领，为孩子朗读。小朋友记不住，我之前这个功课我做的比较少，比较抱歉，不太了解各位带的是哪一些部分的经文。但是不管是什么经文都没关系，我们为孩子朗读，让孩子朗朗上口，从朗朗上口开始嘛，对不对？从朗朗上口开始，让孩子喜欢，我们再解释其中的一个内涵。所以在说故事的过程里面，我非常强调3个元素。这3个元素或许在各位身上都有。这3个元素是在讲故事很重要，吸引孩子愿意进到故事内涵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keyword， 就是声音、动作跟表情。你的声音可以随着情境抑扬顿挫、高低起伏。讲故事嘛，哇，好厉害哦！你要随着里面的故事情节、角色不同、变化不一样的声音，你更能吸引孩子。那我们在读经文的过程当中，当然也不能像小和尚念经，这些各位一定都有相关的专业训练。好，你会一样透过一些朗朗上口，一个有抑扬顿挫、高低起伏，让孩子感受到经文音韵之美。我们要去了解到孩子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他也要感受到经文之美。首先就美在那些声音。所以不管你是念经文也好，或者你就是很纯粹的说一个故事给孩子听也好，我们的声音很重要。那声音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音色。年轻孩子有年轻孩子的音色，我们在这边年龄层都不一样，我们的音色都不一样。那我发现我退休，我以前当老师，天天都要上课，讲课当然就上得少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喉咙保护比较好。然后我退休之后，我一个月大概都有20几场的演讲。所以这个喉咙啊，感觉上好像工作过度工作过度，所以这个喉咙更要保养。是。那不管如何，我要说的是，我们的音色会随着年龄改变哦。我们的音色会因为不同人的这个喉结的状态不一样而改变，所以有一些艺人啊，他如果长喉结什么，他唱歌的音色就会改变，是不是？所以没关系，音色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其实是你的音调。你的音调要随着故事的内涵，随着角色的变化，让它有所不同。随着情节要有快慢随着这个气氛要有高低，让孩子透过你的声音去制造情境。如果我今天上课都是这样讲，然后我从头到尾都是这样讲，你们大概刚才已经通通都睡着了，是不是？我的声音有没有高低起伏？有。所以你在上课的时候，如果都是这样的，速度很快，孩子都跟不上，那小朋友到最后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他就不喜欢听了嘛，是不是所以你的声音很重要哦。回去检视一下，我们在带孩子过程，我们在说故事的时候，声音能不能吸引我们的小朋友？动作也是，我们愿不愿意开展自己？随着故事情节有一些动作，
有一些动作，你可以是很夸张的吸引孩子。所以我们国内有好多非常有名的故事人，像我们台南有一个叫沈彩蓉小姐，高雄有一个张大光爸爸，我都曾经请他们到学校帮我们的故事妈妈做培训，他们那个肢体动作就很得孩子喜欢。你要能够开放自己，开放自己。好可怕！然后就会不会被你吸引？会哦。再加上一些道具，如果有的话，哇，我相信你可以带给孩子一个很快乐的故事时间。所以声音啊、动作啊，还有你的表情，喜怒哀乐，或者是里面角色的一些，透过一些表情，其实演讲、说故事、演说故事，我们以前小时候不是派你去演说，吓都吓死了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临场反应嘛，演说。但是演说、演讲在讲的时候要演本身就不容易。我们不是艺人，没有要求要非常到位或者非常讲究那什么走位什么的那些演，但是至少让自己身历故事情境里面去。唯有我们讲的人，能够让自己的声音、动作、表情身历故事的情境，讲者深入了，听者就会被你带进来了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不断的去练习。你会是一个孩子非常喜欢听你说故事，听你谈经文，很重要的一个孩子的重要他人就是故事爸爸、故事妈妈所以这三个元素，如果你以后在说故事的时候，你要提醒自己，我声音有没有到位？我可不可以再加一些动作？我可以运用什么样的表情来吸引我们宝贝的注意？你会让孩子非常喜欢你。那在说故事的过程里面，可以让孩子感受到可以让孩子感受到爱，感受到你带去的温暖。其实，因为现在社会变迁，我相信各位带过很多单亲的、隔代教养的，这些在家庭教育感受不到爱的孩子，如果来到我们的身边，那我们会是他的重要他人。所以我过去做学校教育30年，我退休了，一直都在推社会教育、家庭教育，去补足很多孩子家庭不足的爱，你带给他。我们读经教育这一块也可以，我们读经教育这一块也可以。所以我刚才讲的，我们各位会是孩子很重要的那一个另一个他人。所以孩子在我们在读经说故事的过程里面，他会感受到爱，感受到温暖，会去补足他生活里面的一个不足，学到更多面向。有一个许慧珍老师，他本来在台北市服务，那个天龙国都会区，有一次他就跟着一个好像是富邦文教基金会，深入花莲山区，就到山区的部落里面去讲故事。他在那边住了1个礼拜之后，才发现原来部落这么的匮乏，那些孩子得不到父母亲的照顾，得不到一些温暖，因为父母亲几乎都外出，部落里面没有太多工作机会，所以很多的父母亲就到外地去工作，很多的孩子就是跟着阿公阿嬷，然后在文化刺激的部分就自然比较弱了。所以许慧珍老师，哇，我太佩服他。我之所以佩服他，是因为也就这样1个礼拜的经历让他深刻感受原来部落这么的匮乏，部落的孩子多么需要文化的刺激，孩子的刺激就从阅读开始。而这许慧珍老师，他平常以前在台北就是一个很有名的阅读推动者，他回去把这个感触化为行动，他从台北市调到花莲去，这就是我感动，这是我做不到的嘛，所以我佩服嘛，我
做不到，他做到了，他就真的调到花莲市去，他就有更多的机会深入部落，然后假日的时候常常到部落说故事给孩子听。他曾经说了一个我很感动的故事。有一次他在部落说故事的时候，说着说着，他每一次在说故事的时候，那个小男孩都会来，但是那小孩子都没有声音，就是静静的听老师说故事。然后有一次呢，当同学都离开了之后，他就怯生生的来到老师身边，就是那个许慧珍老师，就对他说：“老师，你说的故事好好听。”然后许慧珍老师就跟他说：“那你以后都要来听。”他就听这个小男孩说过这样一句话。然后以后当他到部落去的时候，那个小男孩都来，但是都只是用一个深情款款的眼神看着老师，听着老师说故事。后来许慧珍老师不知道为什么，当大家离开之后，他就把那个小男孩留住，然后小男孩也没有跟他说话，他就深深的抱住他，然后那个小男孩就回抱他一个很大很大很深很用力的拥抱。他说那个拥抱他一辈子都忘不掉。之后孩子也就回家啦，他那天部落的说故事时间也就结束啦，一如往常的回家了。后来他再回到那个部落的时候，奇怪他怎么就找不到这个小男孩的身影？他不是说要来喜欢我的故事吗？都要来听吗？我那个拥抱之后他就没再来了。所以基于一个关系，他就问了部落里面的这些长老，那个长得什么样的？那个孩子哪里去了？我怎么2次没看到他了？他说那个阿勇阿勇他前几天就已经过世了。许慧珍老师愣了一下，我上个月来不是还好好的来跟我拥抱吗？怎么这一次我来就说他不在了？于是他就问发生什么事。刚才我讲过了，就是一个隔代教养嘛，父母亲不在，那后来他爸爸就是个酒鬼那妈妈也无力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环境。就那天爸爸回来发酒疯，就一个失手而已就一个失手而已，就把一个小男孩死了。现在那个爸爸已经在监狱里面。那许慧珍老师说这个故事其实不是要用这个故事去赚人热烈，他的背后其实要说的是，他那时候心中只闪过一个念头，不止为这个小男孩举一把同情之泪。他说以他个人而言，他说还好他有拥抱了那个孩子。他从来没有从那些长老、这些妈妈们的声音，原来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是我刚才讲，我用3句话就给你带过去了，对不对？那哇，好多的一个过程，这个小男孩从来没有感受过爸爸妈妈对他的爱，所以他是孤僻的，他是不讲话的，他是冷落的，不在人群里面的。但是因为许慧珍的故事，老师的故事有吸引他，他才慢慢的从最外围靠近，再靠近，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样的勇气让他鼓足勇气去对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我喜欢你的故事。”那么单独的一句话，也还好。许慧珍老师有在一次拥抱他，他那篇文章里面就提到说，还好那个孩子我有拥抱他一次，也许那是他生命当中唯一有人拥抱过他。那我会突然想到这个故事。最主要是要告诉各位，很多孩子的生活里面爱不够，温暖不够。那透过很多社会，像各位我们的读经班是其中的一个，透过社会各种不同的关怀、不同的爱，都会给很多孩子带来不一样的启发。所以我们在带领这样子的一个读经班的时候，在推动阅读的时候，我更愿意去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我们要从中再去发现，有一些孩子更需要我们在说故事的过程里面，让孩子感受到，其实虽然也许在家庭的部分是不足的，可是在社会上，在学校里面都有人可以给你温暖，给你爱，不要放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，
为爱朗读就是读一本故事书给孩子听，最简单的，我们都识字，就原汁原味把书的内容念给孩子听就好。这谁做不到？对吗？对不对？大家都做得到。原汁原味读给孩子听，一点都不难啊，一点都不难。里面语汇很多，我刚才讲的这些语汇对孩子帮助都很大哦。今天他听到，像我那一天去哪里安平图书馆讲了一个故事，好，讲了一个故事，然后那个糖果放到嘴巴里面去，久而久之，糖果就会怎么样？融化。这个词对于幼儿是没有的，对幼儿他不知道融化这个词，他会讲就没了。有一个孩子跟我讲就消化了。他没有办法到位啊，然后我就说，哦，就没了，对，就融化了。你也不用告诉他对还是不对，你直接就把正确的语词告诉他，哇，糖果就融化了。等到我讲第二次，就会有2个孩子说融化了。等到我讲到第3次的时候，就有一票孩子会讲融化了。那一天那些孩子，也许听完这个故事，除了好玩以外，他会学到一个语汇叫做融化了。那事实上，在故事里面语汇很多的，他听一次故事能够输入多少语汇没关系，我们不用太功利主义，说我讲这次故事，我就是要让你认识几个语汇，不用。但是孩子听着听着，他会从里面的原汁原味认识很多的语汇。那第二种叫做叙述故事，为爱朗读就纯粹只有朗读，但是如果这本绘本你拿来，图好多，文字就是都2个字1行，很少啊。其实绘本很棒的，就是说它会用图来补文字的不足，所以有很多的讯息都在那个图像里面，这个才叫做绘本。好，我让各位接触绘本的机会多不多？其实现在很多经文也都已经变成绘本了。好，绘本好不好吸引孩子？能不能吸引孩子？那个图像太重要了。孩子对图像的解读会比我们大人还厉害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加油添醋，透过自己的语言去叙述那个故事。因为里面文字作者就写那么一点点而已嘛。但是如果你只有读那些文字是不够的，这些图像里面的图要透过你的语言，要透过你的叙述去把它表达出来，它才会变成一个有趣的故事。好，所以第2个方法叫做叙述故事，加油添醋。那么随着孩子年纪越来越大哦，可能2年级、3年级、4年级，孩子在长大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开始跟他互动讨论故事了。你觉得朱大哥这样做好不好？好，不好？为什么？你可以跟他品头论足，论里面的角色，论里面的情节，跟他讨论。不要以为孩子不懂，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。那如果是1对1跟着你们家的宝贝在谈，你更可以很专注的去跟他聊天的过程，透过这个品头论足，透过这个互动讨论，去了解原来孩子是这样认为的。有些孩子的想法很有想象力，可是有时候有一些孩子的想法，有一点偏差哦，赶快导正回来，就是透过故事，然后引导出他的想法。这想法很好，赞赏他会继续这样做。这个想法不 OK， 我们要透过这个互动过程里面跟他讨论，然后去引导他导正过来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本来想要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，可是这边今天没有小孩子，我们就让过去不要讲好了，因为时间也快到了这故事都很好玩，小朋友都很爱听。你有没有发现这2个故事主角都是谁？都是动物这是一只狸猫，这是狸猫跟小兔子。好，我随便举这个例子好了，我只有封面就可以跟孩子品头论足了，讨论了，互动了。各位，你发现主角是谁？
隔壁的狸猫，跟我念一次。隔壁的狸猫。那你们猜猜看哦，这个故事的主角应该会讲谁？坏人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觉得主角是狸猫？因为他写狸猫，它比较大。没有关系啊，对跟不对，我们就让孩子说，这就是一个互动，不用急着对跟错。其实，在说故事的过程里面，没有对跟错，没有对跟错，这句话很重要，没有对跟错啊。然后呢，哎呦，你觉得狸猫跟小白兔怎么了？感情不好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感情不好？眼神怎么样？哦，互相在瞪对方，看不起对方的样子，看不惯对方的样子。小朋友会观察，观察完之后，他会用他的语言说出来。有时候孩子会有感觉，但是他用不到正确的语词，他不知道用哪一个语词来表达他的想法，你就可以帮他补。好，他的眼神，还有呢，你从哪里看出他们不好？背对背，很好。当你跟一个人背对背的时候，你不喜欢他的时候，你就不喜欢正眼看他，对不对？背对背，还有呢？哦，斜眼。哦，你看到眼睛好棒哦，是斜眼。是。斜着眼睛哦，斜着眼睛。还有呢？嘴巴下垂，我可以感觉得出来，小白兔非常的生气。他们两个为什么会背对背、斜着眼、嘴巴下垂？他们两个可能。可能吵架了，他们会因为什么事情吵架呢？小朋友就会根据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告诉你。你看只有一个封面就可以跟孩子玩哦。接下去再讲啊。我不讲了，因为今天时间有限，我就吊各位胃口。这两本书太好玩了，走到哪里都深受孩子喜欢。来，最后我要用一个爸爸的故事来做今天的结语。这个爸爸多可爱！他每天读故事书给孩子听。他老婆是一个军官。军官呐，各位知道军官在哪里？去部队军中。在军中啊，所以他1到5不在家里啊，教养孩子这件事情，责任就在爸爸身上。结婚的时候就知道了，所以爸爸知道他肩负着教养孩子的责任。他有做到一点亲子共读，家庭阅读，这一点他做得非常好。他每天都读一本故事书给孩子听。孩子在成长的历程里面，天天说故事，天天说故事。他们家2个孩子的口条表达超棒的。那一天我去拜访他，我去他家做拜访，一进去就看到这个画面。原来他们家女儿从学校带回来这本永远吃不饱的猫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？好有趣，但是文字很多。我告诉过各位，绘本现在有一些文字量是大的。爸爸每天说故事，说到最后，我刚才讲的模仿嘛，是不是？他们家的哥哥就对爸爸，那一天就对爸爸说：“爸爸，这本书我看过，我来念给妹妹听。”他已经愿意念故事书给妹妹听了。他已经国小4年级了，所以他的识字量是够的。所以小三，那都重点小三。可是小朋友的小三很重要哦。国小3年级是学习的分水岭。小3之前，孩子在增加累积他的识字量。所以幼儿园小1、小2、小3，尽可能的去增加孩子的语汇，让孩子的识字量累积丰富。4年级之后，就小3那个分水岭过了之后，小朋友就透过阅读，他拥有识字量，他能够独立阅读，他就可以去学很多东西了。他要念书给他妹妹听，妹妹还是有故事听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家的8点到8点半是亲子共读时间是从以前到现在的陪伴时间。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到了吗？每天要陪伴30分钟嘛，妈妈不在，爸爸也忙，但是我这半小时一定是陪你，我一定陪你。
这爸爸除了平常聊聊天啊，跟他们一起玩啊，一定说故事。所以8点到8点半是他们的亲子共读时间，他们的家庭阅读风景非常的丰富。就那一天我去，哥哥要念书给妹妹听，嘿嘿，小孩子有事做了，我们大人要干嘛？滑手机，是吗？没有，爸爸没有滑手机哦。爸爸说：“我来帮你们伴奏。”看互动有没有互动？有互动才叫做什么？对啊，今天我不虚此行啊，都有学到，有互动才有陪伴哦。所以呢，爸爸能够当下想到，你们就读啊，一个读一个听。那爸爸能做的是什么？我陪你们，我来帮你们伴奏。所以我就看着他从那个抽屉里面找啊，我不知道他会吹口琴，他就拿出一支口琴来帮他伴奏。好，那当下就站在旁边听他伴奏，好好奇哦。我在想他会不会吹龙猫？永远吃不着的猫，他就吹了。他吹什么？有没有听出来？有听出来啊？我只是做一个演示，他就吹马春风，吹得哩哩啦啦，吹得哩哩啦啦，比我刚才还哩哩啦啦。我就笑他，我像各位一样笑他。然后那个儿子啊，抬起头来看我，阿姨，爸爸吹什么没关系，爸爸吹得好不好无所谓，爸爸在就好了。爸爸在就好了。那当下好感动，我都起鸡皮疙瘩，我还笑人家，你们也有笑，就笑他。可是爸爸演绎的就是一个陪伴，就是一个亲子共读，就是一个家庭阅读。你们在做家庭阅读的时候，爸爸在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这些过程，这个我刚才跟各位讲过了，有没有记住？我们一起提醒自己哦。333才能建立亲密关系。OK， 所以呢，从今天开始，从我们家庭做起，去影响我们的道亲，去影响我们的好朋友。关掉电视，拿开手机，打5张大桌子，打开一本书，陪孩子读经文，陪孩子读一张图，读一本书，玩书、念书、聊书都好。这个就是亲子共读、家庭阅读的风景。OK， 我今天就跟各位说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